如果呢一吻係真愛，咁我喺嗰間豪宅入面守咗5年嘅活寡，算係咩？算係我嘅報應咩？2014年9月20號，北京亮馬橋一間公寓入面，窗簾半遮半掩。呢1分鐘足以載入香港娛樂史冊。狗仔隊嘅鏡頭穿過北京層層霧霾，捕捉到一個令全亞洲震驚嘅畫面。謝霆鋒好似一個虔誠嘅信徒咁，捧住王菲嗰張已經唔再年輕嘅面，貪婪咁索吻。王菲笑得好燦爛，好似個細路女咁，嗰種發自肺腑嘅鬆弛感，係謝霆鋒喺張柏芝身邊整整10年，從來都未流露過嘅。呢一吻好似一記響亮嘅耳光，隔住2000公里嘅時空，狠狠咁抽喺張柏芝塊面上。呢個時候嘅張柏芝正素顏咁喺新加坡一間平價超市入面穿梭，佢左手拎住打折嘅紙尿片，右手拖住年幼嘅仔。當手機熒幕亮起，嗰張模糊嘅相好似病毒咁蔓延開嚟嗰陣，周圍喧鬧嘅人流好似瞬間停頓咗，化作一片死寂嘅深海。佢以為自己贏咗，佢生咗2個仔，佢握住謝家嘅根，佢甚至喺離婚之後依然以謝家人自居。但係嗰一刻佢先明白，名分係留俾世人睇嘅，而吻係留俾靈魂嘅。喺呢場3個入面嘅修羅場入面，王菲永遠係嗰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嘅高位莊家。佢離咗婚，帶住細路，喺40幾歲嘅年紀，甚至唔需要勾一勾手指，只需要喺嗰間清冷嘅公寓入面點返支煙。嗰個曾經為張柏芝擋過風雨、落過櫃、發過毒誓嘅男人，就乖乖咁翻山越嶺，返到佢嘅石榴裙下。呢種係白月光對凡塵女子最殘忍嘅降維打擊。王菲嘅內心呢個時候係一片深不見底嘅湖。佢睇住眼前呢個為咗俾佢煮碗麵而忙到滿頭大汗嘅男人，眼入面無勝利者嘅狂喜，只有一種果然如此嘅宿命感。佢太了解謝霆鋒啦，佢知道呢個男人骨子入面住住一個逃避現實嘅少年，而佢就係呢個世界上唯一嘅避難所。而張柏芝正跌坐喺超市冰冷嘅瓷磚上面，眼淚混住汗水打濕咗張買餸清單。佢恨唔恨？佢梗係恨。佢恨王菲嗰種如影隨形嘅優雅，恨王菲嗰種不費吹灰之力嘅掠奪。但係佢更加恐懼，佢發現自己手入面握住嘅嗰啲所謂籌碼，喺謝霆鋒嗰粒渴望自由嘅心面前，竟然輕到好似一根羽毛咁。呢個係一場長達14年嘅情感輪迴，亦都係一場關於皮囊同靈魂嘅終極對壘。嗰一晚，維多利亞港嘅潮水逆流，北京嘅秋風好似把刀咁。謝霆鋒喺王菲嘅瞬間揾到佢嘅救贖，而張柏芝喺個仔嘅喊聲入面，終於睇清咗自己嗰場一廂情願嘅荒唐夢。既然天后回咗頭，咁凡人就只能夠喺泥濘入面徹底沉淪。如果話2014年嗰一晚係命運嘅回馬槍，咁2002年嗰場車禍就係3個人跌入修羅場嘅發令槍。嗰個係3月23號嘅凌晨，香港島紅棉路，一聲刺耳嘅金屬撕裂聲劃破咗半山嘅寂靜。一架價值200多萬嘅黑色法拉利，好似一隻斷咗翼嘅黑色巨獸，狠狠咁撞喺路邊嘅花壇上面，車頭粉碎，擋風玻璃化作無數晶瑩嘅碎片，折射住路燈清冷嘅光。車主係謝霆鋒，但係當警察趕到嗰陣，駕駛座上面空無一人。呢一晚唔單止撞碎咗一部豪車，更加撞碎咗嗰個時代最夢幻嘅風飛戀。正當全港媒體瘋狂搜羅謝霆鋒蹤影嘅時候，邊個都估唔到呢個不可一世嘅樂壇浪子，呢一刻正蜷縮喺西貢一處私人寓所入面。推開嗰扇門接納佢嘅，唔係遠喺北京正準備搞演唱會嘅王菲，而係當年得22歲，滿眼都係佢嘅張柏芝。嗰一刻嘅張柏芝正處於顏值嘅巔峰，嗰張被媒體譽為小林青霞嘅面上面，寫滿咗飛蛾撲火嘅孤勇。佢睇住眼前呢個落寞、驚慌，甚至帶住一絲仔細怒氣嘅男人，心入面翻湧嘅唔係恐懼，而係一種病態嘅狂喜。佢終於需要我啦！呢個係張柏芝喺嗰一刻最真實嘅心理寫照。喺佢嘅生存哲學入面，愛就係佔有，愛就係共赴深淵。佢唔單止收留咗佢，
更加捲入咗嗰場臭名昭著嘅頂包案。呢種帶住血色、違法，甚至有啲喪失理智嘅義氣，變咗佢同謝霆鋒之間最深，亦都係最毒嘅紐帶。與此同時，遠喺北京嘅王菲正對住窗外嘅殘雪。作為旁觀者，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時候王菲內心嘅崩塌。佢係一個生存喺雲端嘅人，佢嘅愛情應該係紅豆入面嘅細水長流，係靈魂深處嘅共振。佢可以接受謝霆鋒嘅叛逆，可以接受佢嘅輕狂，但係佢冇辦法接受呢種頂包案嘅狼狽。當佢透過新聞睇到謝霆鋒竟然係喺張柏芝嘅陪同下返泰國散心嗰陣，嗰位天后內心嘅孤傲被徹底激怒咗。王菲嘅愛係神聖嘅，容不下半粒沙；而張柏芝嘅愛係獸性嘅，哪怕係沙，佢都要含淚吞落去化成珍珠。2002年呢個春天，謝霆鋒喺兩個女人之間反覆橫跳。佢喺張柏芝嘅溫柔鄉入面揾庇護，逃避牢獄之災嘅恐懼，但又喺深夜入面寫信俾王菲，試圖挽回嗰個高潔嘅靈魂。呢種撕裂感令三個人嘅關係變咗最慘烈嘅修羅場。張柏芝喺度諗：我為你背負咗罵名，我陪你度過最黑暗嘅時刻，你憑咩唔選我？王菲喺度諗：如果你嘅世界已經變到咁渾濁，我寧願從未路過。20歲嘅謝霆鋒，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正喺兩個極端嘅靈魂之間玩火。喺嗰段時間嘅公開活動入面，張柏芝經常被影到瘦骨嶙峋，眼神入面透住一股拼命三娘嘅狠勁。佢開始喺媒體面前有意無意咁展示嗰條同謝霆鋒同款嘅情侶手鏈，嗰樣嘢唔係裝飾，係佢向王菲宣戰嘅旌旗。佢要撕碎王菲嗰種不吃人間煙火嘅優雅。佢要話俾全世界聽，謝霆鋒係個凡人，佢要食煙，佢會闖禍，佢需要一個可以陪佢喺泥濘入面打滾嘅女人，而唔係一個坐喺蓮花台上面接受朝拜嘅女神。呢種將女神拉落神壇嘅快感，係張柏芝喺呢場博弈入面最得意嘅武器。然而，佢計錯咗一點，王菲嘅離開唔係因為輸俾佢嘅年輕，而係因為王菲不屑於呢場博弈。當王菲面對記者提問，只係冷冷咁丟低一句冇咩好講嗰陣，嗰種骨子入面嘅蔑視，其實已經將張柏芝釘喺咗跳梁小丑嘅恥辱柱上面。但係2002年嘅謝霆鋒，最終都係選擇咗回歸凡塵。頂包案塵埃落定之後，佢短暫退出演藝圈。喺嗰段灰暗嘅日子入面，係張柏芝嘅煙火氣，佢嗰種甚至帶點事嘅關心，填補咗謝霆鋒內心嘅空虛。呢個就係宿命嘅第一次錯位。男人喺軟弱嗰陣，往往會選擇嗰個可以照顧佢生活起居嘅看護者，但係會終生懷念嗰個令佢仰望嘅領路人。嗰一年嘅西貢海邊，謝霆鋒睇住張柏芝，或者真係動過執子之手嘅念頭，但係佢唔知道呢種基於共犯關係建立嘅情感，底色從來唔係粉紅色，而係灰色嘅。而王菲喺呢一年徹底轉身，佢返咗北京，返到嗰個屬於佢嘅充滿搖滾同幻夢嘅圈子。佢開始同李亞鵬出雙入對，嗰樣嘢更似係一種對謝霆鋒嘅懲罰。我要俾你睇住，我不單止可以離開你，我仲可以喺無你嘅世界入面生存得平庸而快樂。呢一場關於頂包案嘅糾纏，變咗之後20年所有恩怨嘅母體。張柏芝贏得咗謝霆鋒嘅愧疚，王菲贏得咗謝霆鋒嘅遺憾。愧疚可以換嚟婚姻，但係只有遺憾先可以換嚟刻骨銘心嘅愛情。當呢一張嘅落日餘暉灑喺紅棉路嘅殘骸上面嗰陣，三個人嘅劇本已經寫好。張柏芝將會用10年嘅時間去經營一場注定破裂嘅夢，而王菲則用10年嘅時間等一個長大咗嘅細路回家。呢個就係人生最淒涼嘅地方。你以為你贏咗而家，其實你已經輸咗未來。如果要揀出香港娛樂圈最令人窒息嘅死亡現場，2011年度嘅維多利亞港絕對排喺首位。嗰場唔係一場簡單嘅離婚，而係一場長達5個月、耗盡咗所有體面同恩情嘅公開處決。我冇諗過，嗰個曾經喺菲律賓夕陽下跪地求婚嘅男人，心可以冷到好似一生鐵咁。呢個係張柏芝喺深夜對友人痛哭嗰陣，
腦補出最淒涼嘅獨白。2011年，著名嘅合照門變咗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張柏芝喺飛機上面偶遇陳冠希，嗰張泯滅恩仇嘅合照變咗謝霆鋒發動總攻嘅核彈頭。但係真相真係只係因為一張相咩？唔係，嗰個係蓄謀已久嘅逃離。謝霆鋒喺嗰一年嘅金像獎上面，仲拖住張柏芝隻手喺鏡頭前演咗一出模範夫妻嘅壓軸戲。佢喺台上深情表白，張柏芝喺台下喊到豬頭咁。但係就喺鏡頭熄咗之後嘅第14日，謝霆鋒直接遞上一份冷冰冰嘅離婚協議書。呢種前一秒天堂，後一秒地獄嘅極致反差，係謝霆鋒對張柏芝最殘忍嘅心理撤離。張柏芝癲咗，呢個喺市井長大嘅女人，最擅長嘅武器就係鬧。佢揾媒體控訴謝霆鋒虛偽，話佢寧願打機都唔抱仔，話佢為咗明星自編自導。佢試圖用呢種撕心裂肺嘅控訴，將謝霆鋒拉返去談判桌前面，哪怕係互相折磨，佢都唔願意放手。嗰個係香港公關史上最慘烈嘅修羅場。張柏芝喺電台入面聲嘶力竭，每一聲喊叫都好似要將自己個肺都撕碎咁。佢喺度賭男人嘅愧疚，賭大眾嘅憐憫。但係佢計錯咗一件事，謝霆鋒已經唔係當年嗰個需要佢頂包嘅慌亂少年啦。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已經擁有咗足以掌控輿論嘅資本帝國。佢面對張柏芝嘅瘋狂，採取咗一種近乎殺人誅心嘅策略，絕對沉默。呢種沉默好似一面冰冷嘅鏡，照出咗張柏芝所有嘅狼狽。你喊得越兇，就顯得越卑微；你鬧得越狠，就顯得越失控。喺全港市民嘅圍觀下，張柏芝好似一個喺廢墟上面跳舞嘅瘋子，而謝霆鋒就係嗰個禮貌退場，只留下一抹憂鬱背影嘅紳士。而呢個時候，王菲呢個名雖然冇出現喺離婚協議上面，但就係好似一個幽靈咁，徘徊喺每一個當事人嘅心頭。北京，王菲正喺度準備佢嘅巡迴演唱會。佢喺大明大放嘅鎂光燈下，唱住《流年》，面對記者關於風之離婚嘅追訪，佢連一個眼神都無施捨。呢種極致嘅靜對比極致嘅亂，構成咗某種令人絕望嘅宿命感。張柏芝喺度諗：我為你守咗5年嘅豪門規矩，我為你生咗2個仔，我甚至願意為咗你對抗全世界，點解到頭嚟，我仲係輸俾嗰個甚至無出手嘅女人？呢個就係張柏芝最大嘅悲劇。佢始終覺得婚姻係一場關於勞苦功高嘅交換。佢將 Lucas 同 Quintus 當成籌碼，將自己嘅眼淚當成子彈。但係佢唔明白，喺謝霆鋒呢種男人嘅邏輯入面，有用永遠抵唔過有趣，犧牲永遠換唔嚟共鳴。2011年8月中旬，嗰份長達5個月嘅離婚拉鋸戰終於畫上句號。簽字嗰日，謝霆鋒無回頭。佢唔單止帶走咗佢嘅自由，仲帶走咗張柏芝身上最後一點少女嘅氣息。從此之後，張柏芝嘅眼神入面多咗一股狠勁同疲憊。嗰樣嘢係被生活狠狠抽咗一記耳光之後留低嘅後遺症。佢喺呢場博弈入面徹底淪為咗一個單親媽媽嘅符號。而謝霆鋒，佢喺呢場離婚公關入面完美咁利用咗張柏芝嘅情緒化。佢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忍辱負重嘅老豆，一個追求真愛嘅受害者。佢喺媒體面前留低嘅嗰一滴淚，係俾大眾睇嘅，更加係俾遠喺北京嗰個人睇嘅。你睇，我終於將呢身皮囊洗乾淨啦，我終於有資格重新去揾你啦。呢一章嘅結尾係屬於2個女人嘅分水嶺。張柏芝帶住2個細路，拎住大大小小嘅行李，好似一個逃難嘅女戰神咁遠走新加坡。佢嘅背影係淒涼嘅，係透住一股老娘一個人都可以嘅孤勇。但係呢種孤勇背後係徹底嘅破產，情感嘅破產，名譽嘅破產。而王菲喺呢一年嘅深夜發咗一條微博：這一世夫妻緣盡至此，我還好，你也保重。嗰個係佢同李亞鵬嘅告別，亦都係佢向謝霆鋒發出嘅隱秘集結令。至此，懸念徹底收口。
嗰個震撼全港嘅瞬間，唔係離婚，亦都係唔係復合，而係三個人喺命運嘅洪流入面，終於認清咗自己嘅底牌。張柏芝拎嘅係保命牌，王菲拎嘅係隨心牌，而謝霆鋒佢一直喺等嗰個可以令佢重新做反莊家位置嘅機會。呢場20年嘅博弈，下半場先至啱啱開始。喺香港娛樂圈嘅資本版圖上面，如果話張柏芝係嗰部一刻不停轟鳴作響嘅碎鈔機，咁王菲就係嗰座深不見底、靜待升值嘅古董鐘。如果你認為王菲嘅神韻係因為淡泊名利，咁你就太天真啦。王菲嘅經營學係一種極致嘅飢餓營銷，佢嘅原則永遠只有一條：少，但係必須貴。佢可以4年唔出一張專輯，5年唔接一個通告，但係只要佢喺嗰場名為幻樂一場嘅演唱會上面一露面，門票依然可以被炒到幾十萬天價。呢個係出世嘅揾錢法，佢將自己生存成一個不可替代嘅圖騰。王菲名下嘅資產大多集中喺嗰啲唔單止有錢，更加有格調嘅物業上面。佢投資嘅唔係磚頭，係階層。佢宣告緊：我唔需要討好市場，因為我本身就係市場。呢種底氣令佢喺面對謝霆鋒嗰陣，永遠保持住一種靈魂對等嘅高度。佢唔需要謝霆鋒嘅贍養費，佢甚至可以變做謝霆鋒資本版圖上面嘅精神合夥人。反觀張柏芝，佢嘅生存哲學就係慘烈嘅肉搏。2011年離婚之後，張柏芝面臨嘅係一個極度現實嘅困境：3個仔龐大家庭開支，以及因為嗰場照片風波而一度崩塌嘅商業價值。佢無王菲嗰種退一步就係深山嘅魚魚，佢必須入世。你睇佢喺直播間入面聲嘶力竭咁喊住99蚊包郵，你睇佢喺綜藝節目入面一片又一片咁重溫嗰啲陳年舊梗。媒體嘲笑佢晚節不保，網民諷刺佢係大話精，但係張柏芝喺度諗咩？佢心入面冷笑：明星算咩？面子算咩？老娘手入面握住嘅現金，先至係仔仔未來嘅命根。張柏芝嘅錢係攞命換返嚟嘅，佢係典型嘅港式思維，現金為王。佢唔相信嗰啲虛無嘅藝術投資，佢只相信信託基金入面跳動嘅數字。呢種拼命三娘嘅姿態，雖然令謝霆鋒感到壓抑同逃離，但亦都令張柏芝喺無任何依靠嘅情況下，生生將自己生存成一個豪門。一個係藝術品，一個係商品。王菲喺清冷入面保持住高昂嘅身價，而張柏芝喺喧囂入面完成咗驚人嘅走量。喺謝霆鋒嘅視覺入面，呢兩種揾錢方式帶嚟嘅心理衝擊係毀滅性嘅。面對王菲，佢感受到嘅係一種純粹嘅靈魂伴侶關係，而面對張柏芝，佢感受到嘅就係柴米油鹽、仔女學費、家用開支層層包裹嘅生活重擔。張柏芝每一次喺鏡頭前賣慘揾錢，其實都喺無形中將謝霆鋒推得越嚟越遠。資本係誠實嘅，佢唔單止決定咗你嘅身價，更加決定咗你喺感情入面嘅姿態。王菲因為有錢而且閒，所以佢玩得起感情入面嘅欲擒故縱。張柏芝因為有錢但係忙，所以佢只能夠喺生活嘅泥潭入面寸土必爭。如果話資本嘅博弈係成年人嘅冷酷計算，咁育兒嘅博弈就係呢兩個女人喺謝霆鋒心頭彎落最深、最見血嘅兩刀。我想做咩？唔需要問任何人。呢個係竇靖童。當佢頂住一頭粉紅色頭髮，下巴紋住黑線，抱住吉他喺音樂節上面吞雲吐霧嗰陣，全中國都喺度等王菲出嚟管教。但係王菲呢？佢只係喺台下好似個頭號粉絲咁搖動身體。王菲嘅育兒經係極致嘅放逐，佢將竇靖童當成一個對等、獨立嘅靈魂。呢種出世嘅母愛，對謝霆鋒呢種一世都試圖掙脫老豆謝賢同老母迪波拉陰影嘅男人嚟講，簡直係致命嘅誘惑。喺竇靖童身上，謝霆鋒睇到咗自己當年想做但係唔敢做嘅全部叛逆。王菲俾咗仔女自由，其實亦都係俾咗謝霆鋒一種心理補償。你睇，跟住我，你可以唔使背負任何人嘅期待。但係當你轉過頭睇下張柏芝大大嘅 Lucas， 嗰個完全係另一個維度嘅人間煉獄。
Lucas 呢個一出世就背負住謝家接班人重擔嘅細路，佢嘅童年係喺閃光燈嘅凌遲下度過嘅。張柏芝嘅育兒哲學係典型嘅港派入世，佢要規矩，要體面。你總係可以見到張柏芝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 Lucas 照顧細佬，幫佢拎袋，甚至喺深夜為佢冚被嘅片。呢啲細節本來係暖心嘅，但係喺老偏我眼入面就透住一股講唔出嘅淒涼。Lucas 嘅眼神入面早早就熄滅咗光，佢懂事到令人心碎，嗰樣嘢係喺單親家庭入面，喺阿媽極度焦慮嘅情緒入面被逼生出嚟嘅保護殼。張柏芝將 Lucas 當成咗佢生命入面最後一粒，亦都係最重嘅人質。佢透過展示 Lucas 嘅懂事，去無聲控訴謝霆鋒嘅缺位。謝霆鋒喺兩邊表現出嘅父愛完全唔同。喺王菲呢邊，佢感受到嘅係生命力；喺張柏芝呢邊，佢感受到嘅係枷鎖。佢每一次面對 Lucas 睇到嘅唔係仔，而係嗰場已經崩塌嘅婚姻，係張柏芝嗰雙寫滿你欠我哋嘅眼睛。所以佢選擇咗最省事嘅方式，俾錢。佢俾細路設立咗數億嘅教育基金，留低咗夠佢哋揮霍幾輩子嘅家產，但係佢唯獨俾唔到時間。王菲透過唔管細路，贏得咗謝霆鋒嘅靈魂共振，而張柏芝透過拼命管細路，反而將自己同仔女一齊變做咗謝霆鋒最想逃離嘅風景。喺香港娛樂新聞嘅烽煙入面，王菲嘅公關策略係徹底留白。從當年嘅風飛牽手，到之後3度結婚、2度離婚，王菲喺鏡頭前講過嘅私事加埋唔過10句。佢永遠係一副關你咩事嘅清冷面孔。呢種極致嘅沉默，令佢一舉一動都變咗藝術。呢種高位公關，令謝霆鋒感受到一種靈魂嘅安全感。但係張柏芝就親手將自己生存成一個情緒嘅火藥桶。佢太相信眼淚嘅力量啦。從2011年離婚開始，佢幾乎將每一個採訪都變做對謝霆鋒嘅公開審判。喺短時間入面，呢種弱者姿態確實為佢贏得咗海量嘅同情飛。但係呢種公關係帶毒嘅興奮劑，副作用好慘烈。佢令張柏芝喺資本眼入面變做一個不可控嘅變量，亦都直接斷咗佢同謝霆鋒之間最後一點回頭嘅可能。謝霆鋒呢種男人，骨子入面最恨嘅就係被威脅。張柏芝每一次喺媒體面前嘅喊叫，其實都係喺謝霆鋒嘅尊嚴上面踩一腳。王菲用沉默營造咗一個神壇，令謝霆鋒想要仰望；張柏芝用眼淚築起咗一座廢墟，令謝霆鋒感到壓抑。張柏芝贏咗點擊率，卻輸咗全局。而王菲，就算佢一年唔露面，只要佢喺度坐住，佢就係唯一不可撼動嘅天后。當張柏芝喺深夜發長文控訴命運不公嗰陣，王菲可能正同謝霆鋒喺北京某個小酒館入面就住一盤毛豆，沉默咁飲完一支啤酒。嗰一刻，勝負已分。2018年11月，香港養和醫院，一張產假單碎裂咗張柏芝沉寂多年嘅情感廢墟。第3個仔 Marcus 橫空出世，無婚禮，無官宣，連嗰個貢獻咗染色體嘅男人都好似人間蒸發咁。呢個唔單止係一個仔嘅誕生，係張柏芝對風飛戀、對整個宿命論嘅一次暴力拆解。張柏芝呢一招叫做釜底抽薪。佢太了解謝霆鋒啦，佢知道自己永遠俾唔到嗰種雲端上嘅空靈，於是佢選擇咗最原始、最有力嘅方式繁衍。佢用一個新生命，將自己嘅身份從謝霆鋒前妻強行置換成3個仔嘅單身阿媽。呢種身份轉型係降維打擊。謝霆鋒發現自己再冇辦法透過經濟手段或者情感冷暴力去拎捏呢個女人啦。張柏芝通過呢個仔完成咗一次人格嘅重組。佢唔在乎明星爛晒，只要手入面握住呢3張底牌，佢就係呢場人生賭局入面永遠唔會離場嘅莊家。而王菲追求嘅係靈與肉嘅純粹，面對張柏芝呢種肉搏式嘅生命力展示，第一次顯得有啲失重。但係王菲呢邊守住嗰座自由嘅空中樓閣，亦都係有代價嘅。王菲嘅生存哲學係永恆嘅初戀，
佢唔可以忍受瑣碎，唔可以忍受一段感情入面出現柴米油鹽。佢同謝霆鋒喺北京嘅公寓入面談搖滾、談佛法，但係呢種關係美得好似一幅名畫，亦都冷得好似一塊冰。王菲贏咗靈，卻丟咗命。佢將謝霆鋒放進咗一個真空嘅仙境，短時間內係救贖，但係時間長咗就係心理缺氧。男人骨子入面其實係渴望被需要嘅。喺張柏芝嗰度，佢係頂梁柱；喺王菲呢邊，佢只係一個配角。王菲必須永遠保持少女般嘅不可觸摸，先可以留住謝霆鋒。一旦佢流露出一點點老態，呢段建立喺精神共振上面嘅感情就會崩塌。呢個就係王菲嘅脆弱。張柏芝已經輸無可輸，所以無所畏懼；而王菲贏咗一世，所以佢輸唔起。企喺2026年呢個坐標軸上面，我哋終於睇清咗呢出大戲嘅底牌。謝霆鋒呢個男人骨子入面刻住嘅係一種斷層式嘅人格。年輕嗰陣，張柏芝係佢嘅興奮劑，係末路狂歡嘅快感。但係當婚姻變做無止境嘅爭吵，呢份藥就變咗砒霜。而王菲係佢呢世唯一嘅止痛片。王菲俾佢嘅唔係一個家，而係一個可以令佢卸下謝霆鋒呢個頭銜嘅真空帶。張柏芝贏咗現實，佢手入面握住血脈、信託同同情，佢喺廢墟上面重建咗王國。王菲贏咗精神，佢守住咗跨越時代嘅純粹。另一個男人40歲仲願意為佢入廚。而謝霆鋒呢？佢先係嗰個最清醒嘅輸家。佢離唔開王菲，係因為佢驚返去嗰個充滿責任同愧疚嘅真實人間。佢避開張柏芝，係因為佢冇辦法面對嗰個被佢親手游說嘅青春。呢出大戲無破鏡重圓，只有維多利亞港嘅浪潮依舊沖刷住過往。一個女人喺南方市井入面活得熱氣騰騰，另一個女人喺北方暖氣房入面活得清冷孤傲。你要咗靈魂嘅自由，就要承受孤獨嘅詛咒；你要咗世俗嘅圓滿，就要忍受生活嘅瑣碎。紅玫瑰枯萎成咗心口嘅沙痣，白玫瑰熬成咗唇邊嘅飯黏子。20年啦，資本散咗，容顏老咗，唯有嗰場關於邊個更愛邊個嘅幻覺，仲喺名利場上空久久唔散。呢個就係宿命。如果你中意今日呢篇深度解釋，記得幫手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出去。你覺得喺呢場長達20年嘅博弈入面，邊個先係真正嘅贏家？歡迎喺下面留言區一齊討論。我哋下集再見。